遇上小小塔羅並非偶然，而係呢一刻你想要知道目前佢對你嘅感覺究竟係點。抽到星星逆位，你要有心理準備。星星正位係希望，但係逆位就係幻滅。簡單嚟講，佢而家對你有一種失望嘅感覺，覺得你同佢想象中嘅係兩回事。佢唔係討厭你，佢覺得同你溝通唔到，睇唔到未來，甚至覺得大家根本唔夾。佢心入面想逃避，佢而家處於枯萎嘅狀態，對呢段關係好悲觀。佢覺得你唔了解佢，所以佢開始收埋自己。你越搵佢，佢越想逃避。建議你停一停，俾段關係先降一降溫。佢而家個心輕咗機。你越要佢俾出承諾，越要佢講清楚，佢只會走得越快。你要做嘅係慢慢嚟，先由普通朋友嘅關心做起，唔好急住講未來。想要更準確知道點樣改善你同佢之間嘅關係，留言重生，我會幫你抽多一張牌睇睇。